咁啊，一般咧都可能會用啲豬油啊，或者用牛油啦去整啦。咁其實佢哋都好多飽和脂肪嘅。係啊。咁飽和脂肪咧，的確咧係會增加你血入邊嘅壞膽固醇嘅量嘅。咁啊，尤其是如果你話即係啲反式脂肪，如果入邊有埋反式脂肪咧，咁甚至乎可能會降低你好嘅膽固醇嘅。咁大家都知啦。咁如果壞膽固醇高嘅，咁其實呢個係長遠係會增加心腦血管疾病嘅風險嘅。咁所以你話點解會有關係咧？就係咁解啦。咁啊，好膽固醇同壞膽固醇其實有啲咩嘅分別咧？呢個又好問題。嗱，咁啊，一好一壞咁好咧，咁即係對個心臟有幫助啦。咁其實咧，佢最主要咧就可以喺你血入邊咧，將嗰啲膽固醇咧就黐住，咁在 Sinobus， 我們始終相信每個孩子都能在正確的教學方法下展現出無限的潛力。看着這些專注的學生，我們不僅僅是在教書，更是在激發他們對學習的興趣與自信。Sinobus 的獨特優勢，高效的教學方法，結合互動式教學與豐富的課外練習，讓學生在輕鬆愉快的氛圍中穩步提升。通過我們專業的教學，每個學生都能在短短幾個月內